大家好，歡迎收睇7月20日天文台嘅黃昏天氣節目，我係郭于婷。今日受到一道廣闊低壓槽嘅影響，本港天氣相當之唔穩定啊。從雷達圖像我哋可以見到，由朝頭早開始已經有強雷雨區影響住珠江口一帶啦。截至到晏晝4點鐘，本港大部分地區已經係錄得超過40毫米嘅雨量，而喺荃灣同埋港島部分地區嘅雨量更加係達到100毫米左右㗎。喺衛星雲圖亦都顯示，同廣闊低壓槽相關嘅雲帶今日一直都覆蓋住廣東以至到南海北部㗎。咁所以喺晏晝雖然雨勢係有所減弱，不過我哋喺維港望出去見到天色仍然都係比較灰暗。喺呢個多雲嘅情況底下，今日各區嘅最高氣溫都係只係升到去29至到30度左右。而我哋預料呢一度廣闊低壓槽會喺聽日繼續為廣東沿岸帶嚟一啲驟雨同埋雷暴。不過之後隨住佢減弱，呢啲地區嘅驟雨亦都會係逐漸咁樣減少。而另一方面，隨住副熱帶高壓脊逐步咁樣覆蓋廣東沿岸，喺之後嘅2-3日天氣亦都係漸轉天晴酷熱㗎。咁所以返嚟本港今晚同聽日嘅詳細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聽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會比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最低氣溫大概係26度。聽日晏晝會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大概會升到31度左右。而風方面係吹和緩嘅南至到西南風。而喺展望方面，我哋預計星期3會係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嘅驟雨。之後嘅1-2日會係漸轉天晴酷熱。不過留意啦，去到週末期間天氣亦都會再度變得唔穩定啦。大家記得要留意返天文台嘅最新天氣消息啦。今日天氣講到呢一度，祝大家有個愉快嘅晚上，我哋下次見。